點解我生完 BB 之後好似好容易敏感同埋易喊咗嘅？由於荷爾蒙嘅變化、角色嘅轉變同埋照顧 BB 所面對嘅挑戰，有部分婦女喺產後會出現一啲情緒轉變。研究資料顯示，大約有40%至80%嘅產後婦女會有情緒不穩、易喊、失眠同埋煩躁不安等等嘅情況。呢啲情緒變化通常喺產後3至5日短暫出現，一般喺幾日內就會慢慢消失，而且症狀較輕微，亦可以自行緩解。產後婦女如果情緒不穩嘅情況冇改善，甚至轉差，例如出現情緒低落、冇心機、經常喊同埋過分擔憂等等，而且明顯影響佢嘅日常生活，好似失眠、胃口失調、坐立不安、經常自責等等，就好可能係患上產後抑鬱。產後抑鬱係可以治癒嘅，多數患上產後抑鬱嘅婦女接受治理之後，加上家人同朋友嘅體諒同支持，都可以好快康復，重拾健康生活。如果懷疑自己或者親人有情緒困擾或產後抑鬱，你可以向家庭醫生或者其他專業人士，例如社工、心理學家或向衛生署母嬰健康院尋求協助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有關婦女心理健康嘅資訊，可以瀏覽衛生署家庭健康服務網頁，參閱婦女健康、心理健康資訊。